欢迎收看《怪客临门》，也是宋明翰。今日的来宾是一个全能喜剧团队，他们懂漫才、会即兴，还喜欢表演短剧。我们掌声欢迎愚人时代！欢迎！大家好，开讲后，乃是团长静儿。开讲后，乃是团长丹立。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团长喜德。等下一个团3个团长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团长时代吗？欢迎！团长时代，听起来超厉害的哦。很厉害哦。您是对，好眼熟大家好，我是团长明翰，加油！啊！新人。多多指教。太多团长了，认真介绍一下。认真大家好，我们是愚人时代的，欢迎愚人时代。其实今天真的很开心哦，可以邀请到3个这么厉害的漫才演员来。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3位老师哦，您说了。请问你们觉得相声跟漫才的区别在哪里？哦，这个相声跟漫才其实都是双人的喜剧嘛。对，那相声里面有2个角色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捧哏，一个是逗哏。对，那在这个漫才里面其实也有，一个是装傻，一个是吐槽，2个角色这样。以上说的漫才少爷都跟我们讲过了，完全没有增加我们的知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可是漫才少爷讲的你听得懂吗？很吃力，因为他们是日本人，对，你们说出来，我才终于懂他们上一次说的是什么什么。吐槽？哎，然后这样，他有这样讲话吗？不要这样。他们会说，果然日本人学台湾人难呢。不是你话也要讲清楚。你的发音比他们还差哦。不行啦，你们提出新的见解好不好？要讲一下差别在哪？好啦，这个可能语句上有点不太一样。比如说吐槽会说啊，怎么可能啊？哦对类似这种。啊，捧哏就会说啊，我去你的吧。常听见。吐槽也会讲啊，说才不是这样。然后捧哏就会说，我去你的吧。然后吐槽会说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。啊，捧哏就会说，我去你的吧。捧哏的词汇也太少了一点。就是嘛，常听相声的朋友就知道，捧哏的词汇还有很多哦。比方说什么“别挨骂了”“行了”“你别说了”“有完没完”之类的。我去你的吧。真的只有这句。你们尊重一下相声演员好不好？只有这句尊重一下我们相声演员。还是有一些落差啦。对。今天我们节目呢，其实准备了一些游戏给你们。好，主要第一个游戏要来测验你们对于语言的敏感度。我们会说几句客家话，然后你们要猜猜看这个客家话是什么意思。我跟你讲，这你就不了解我们了。怎么样？我们的团队当中，现在在台上的这3个，有2个是客家人。哪2个？来举手看一下。谁啊？等一下，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吗？摄影棚闹鬼是不是？这个丹立跟喜德是客家人。哦，来，那你们说说看，你们最常讲的客家话是什么？哦，没问题，来，丹立来一个。水摸。睡觉是不是？只有睡觉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听听看另外一个，你最常讲的客家话是哦，语助词，就这样而已。这只有客家人会用。哦，哎哦。我发现你们节目的2个客家人都很不争气。哇，看来今天我们应该是拿不到什么奖金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要玩玩看，要玩才知道。我们平常讲话都是水摸，就这样而已。只是说要睡觉吗？就这样而已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。来看一下。好，来，第一题，大家跟我一起念，叫做按摩顶咚。来，按摩顶咚。哦，猜猜看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准备2个选项。来，选项1，到府按摩。答案是1。直接猜了吗？等一下，哇，等一下，这个算是简单了。可不可以等我念完？你尊重一下主持人好不好？让他讲完，等我念完。选项1的是到府按摩服务，选项2形容天色很暗的样子。我知道，答案是你。哦，哎，你们这样很聪明，一个猜1，一个猜2，反正我们一定会答对。没错，没问题，那就这样，我们掌握一下这个。对呀，节目游戏不是这样玩的，不是3个人啊，猜3个答案。你们要讨论，然后统一给我1个答案就好。只能1个。对，讨论一下，来，有没有什么建议？来，客家人。我觉得按摩叮咚应该就是按摩叮咚，然后进去把灯关掉，按摩的 SOP 嘛。为什么你的按摩需要把灯关掉？对啊，我们的按摩都不需要把灯关掉。不用吗？不用啊，你是按什么摩呢？我按到什么了？你按到什么？不要问这个，不能哦，这个会被剪掉。再说下去就不能播出去了。你们给一个标准，好了，一个答案，统一答案好不好？就是 OK。好来，好来，请问你们的答案是？你们不是讨论1吗？怎么变2了？不是刚刚听起来不太合理。对啊。原来你们还懂什么叫做合理，而且2比1大，不是这样。你在玩比大小，不是这样选哦。好啦，其实真的被他们猜对了。答案真的是你形容天色很黑的样子。那因为这句话出来呢，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用，我来为大家简单造一个句。那这一句呢，就是按压
按摩顶洞，宽唔到路。我们进行下一题。哎，你们怎么变主持人了？不是，因为我们不太了解。对啊，听不懂哎。我解释给你们听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很晚了，天色很黑，几乎看不到路了。哦，哎，那我们进行下一题。会不会太敷衍了不？是，我不了解，掌握一下节目进度嘛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题吧。第二好，题，来，第二题叫蹦蹦叭叭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蹦蹦叭叭，哎，什么意思呢？一样两个选项。一，形容事情繁琐；一种客家乐器发出来的声响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太简单了，这一看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答案。你们这么有默契，没问题好来，我们来测试一下他们的默契哦。来，请问愚人时代，你们的答案是？你什么意思？6的选项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干嘛？太烂了吧！你的一也太短了吧？哎，这感觉就是训掉了。真的。对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这样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主持那么多集哦，我看过没默契的，没见过这么没默契的来宾我。们开玩笑的这个。失误，刚刚那段帮我们剪掉。这个失误，可是好来失误，我们这段再给他们一定可以次机会。认真好，认真啊，就那个哦那个哦。请问你们的答案是？你只是在摆 pose 而已吧？然后等一下，你的数字会比的太大了一点。这个是17是吧17而且你刚刚是不是试图想用客语说出17？来17，来认真讲一次。 17是什么？是棋。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太糟了吧！音哦，怎么回事？然后第一次被两边同时吐槽，这样子，连续吐槽就会变这样。不要跳起来，不要跳起来，太厉害了。我觉得你们不要再猜下去了，我还是直接公布答案好了。都不对啊。这一题的答案其实是 it， 形容事情很繁琐的样子。那刚刚我猜到哎，你没有什么？你猜17，把7拿掉才是猜到。差16。好了，一样，我也来造一个句哈。这个句子呢叫做“大拜太平首都蹦蹦八八整飞希我们进行下一题。太好了，翻译一下。”，翻译一下是每一次大扫除，事情都很多很繁琐，真麻烦。哦，哎，那我们进行下一题。没有要问问题。你要玩几次啊？完全问不出问题。有了，我们稍微了解了啦。好，我们来有看了最后一题。还有一题，这一题叫做“哦哦爸爸”，来，大家念一起念一遍啊！哦哦爸爸，哎，一样哦，有一些选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选项一，形容人做事不实在，不能信任；选项一，宋明翰很帅。好，来，请作答。宋明翰很答对，帅。掌声鼓励！恭喜愚人时代成为乖哈领们的固定来宾啊！欢迎。我们那我以后就都睡这里了。不是哦，不要睡在这里。这里不是只有录我们节目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，我们算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一个团体。一个玩笑而已，一个玩笑真的吗。是，看来答案是2嘛？不是啦。哦，答案是 it， 形容人做事不实在，不能信任。那按照惯例，我们要来造一个句。哦，哎，这个造句我会。你会？对好，来，给你一个机会，来，你展现一下哦。哦，我爸爸。哦，我爸爸嘛。对，来。爸爸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试图在模仿些什么，然后观众一点共鸣都没有。来，我们来访问观众。来，刚有人看得出他在学谁吗？看得出来吧？答对了。等下便当多拿一个。太烂了啦！这不行啊，不行，还是我来造句好了。造句这句话是“几周事情，哦爸爸，亲瞪你挠”。我们进下一题。不行啊，我还是来翻译一下啊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他做事情不实在，不能信任，真的很讨人厌。哎，是不是要收工了？只有一个单元而已。才录不到20分钟，你就要收工？刚刚说最后一题嘛。对啊。最开心的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是观众。没有吧？不是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。还有是不是？接下来这个单元一讲出来啊，我觉得你们漫才师一听到就会很兴奋了。真的吗？我们接下来要玩情境大喜力。你们会太失望了一点了，太失望了吧？我以为是什么特别的，超好玩的。对啊，好有趣哦。你们不是很常在玩大喜力吗？开始吧。大喜力，你们是玩到职业倦怠了。哎呀，大喜力是不是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真的。解释一下，因为有观众不知道什么叫做情境大喜。这个大喜力就是一个日本的搞笑艺人很常玩的一个游戏，是啊，可能会有比如说出题目啊，一句话啊，或者是一张图片，或者是等一下我们要玩的情境大喜力，一个地点
而这些喜剧演员要在这些题目啦、图片啦、地点当中进行搞笑，唯一的标准就是要好笑。OK 吗？这个很简单。果然是团长，说话超啰嗦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要在情境里面演出一个好笑的剧情。没错但是我们要再增加一个条件啊，我们这个情境哦会用客家话来出题，所以你们要先猜出来这个客家话是什么地点，再进行情境大喜力。那这样子会不会玩不到大喜力？有可能这个猜不出来吧？我们刚刚玩成那样子，猜到后天都猜不出来。可以啊，哎，有我在，你有什么用？事情？你的事情能猜出啥呢？真是的。好了，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啊，来看一看。好，来。好，第一题的题目是复茶头，来大家念一遍。复茶头，这个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。你真的知道 For 就是英文4嘛，啊？哦，对吧？是4。哦，对，然后插头，哎，插头啊，插头4个插头，哪里有4个插头？延长线，延长答案延长线延长。你看，马上猜对了，太厉害了。我们问的是一个地点，你跟我讲延长线，像话吗？地点，哪里会有延长线的地方？医院，医院，不对，不是医院，这一题的答案是火车站，差一点，差太多，差太多了吧。这种火车站也有延长线嘛？火车也会卖延长线。你们差一点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宇宙，你们知道吗？差一点是吗？可以啊，很接近。好啦，不闹了，我们接下来就以复茶头火车站为题进行情境大喜力 ，start 来。掌声过来。好了，火车站的这个大喜力啊，情境大喜力，来，有没有人有答案？来一个。我有，好，来，喜德麻烦你，火车站的这个大喜力啊。你帮我演那个火车的驾驶员。好，火车没问题，我是乘客。 OK。不好意思，那前面帮我回转好不好？不行哦，不行哦，火车不是让你这样控制的哦。而且想访问一下，你是怎么进到驾驶室的？门没关。所以就进来了吗？太过分了吧！哎，所以等下是跳表还是？不是跳表，买票，没买票吗？哎，好像到了。怎么没有？不要跳车，太过分了。哎，我有。好，明爱麻烦你。来，麻烦你演这个火车上面的乘客，然后我也卖那个铁路便当的。哦，铁路便当啊，我想要。对，你要跟我买。好，OK。哇，肚子好饿啊。先生想要吃便当吗？哦，有什么可以挑吗？我们菜色很多好，有蒸羊羔、蒸熊掌，太厉害了，太丰富了，板鸭筒子鸡，满汉全席啊！这一套要多少钱啊76000而已。超贵，推回去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对，留个白饭就好了。还有吗？好，我有一个。好，丹妮麻烦你。啊，你帮我演在等火车的乘客。好，然后我是广播人员。好，OK。哇，真的好久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1点30分开往高雄1134的班次已经开走喽。开走现在才提醒吗？先生，你没搭到吗？对了，好，我帮你叫火车回来了。不要叫他回来，你什么能力太强了吧？那先生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可以一直打到我啊？可能在喇叭下面一直吐槽喇叭啦。哦，谢谢你哦，人真好哎。哎，下次早一点来哈。超过分的。好，火车站的大喜力到这边，掌声谢谢。好，蛮有趣的。想不到啊，第一题就演的这么乱七八糟的。没关系，第二题应该会更刺激这已经是最不乱七八糟的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我等下就更期待第二题了。第二题的题目叫做火巴笋，来大家一起念一遍。火巴笋，猜猜看什么意思？这个我真的知道。你真的知道？猴巴笋，对，猴子拔笋子嘛，猴巴笋。太烂了吧？哎，客语就是一个谐音的一个文化嘛，差不多。谐音仅限于你们团队，这么爱玩谐音。对啊，猴子拔笋子。对啊，不是哪里有猴子拔笋子？医院为什么会猴子拔笋？才不是哎，什么东西？干嘛？火把笋，火把就是河的意思，笋就是边，对，火把笋就是河边的意思，懂吗？懂了。答对了啊！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清醒啊？你好厉害啊！你怎么了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刚刚做了什么事？哇塞，上身了！什么客家之神上身吗？太厉害了！哎，所以这里是猴子拔笋子。不是，你刚才已经答对了。我刚刚做了什么事？我觉得这个摄影棚真的有点灵异的感觉。是旗，这本来就有吧？没上身吧？而且你被谁上身了？被什么老兵之类的？好了，他刚刚真的说的对哦，要感谢客家之神上身。所以是什么？是火把笋真的就是河边的意思。河边的意思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以河边为题进行情境大喜力 ，start。有。河边的情境大喜力。好，来，我有没有答案？好，来，麻烦你。这个麻烦你哦，帮我演一个在河边看到我溺水的人。哦，溺水，我要救你。你见义勇为，跳下来救我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好。救命啊！我溺水，有人溺水了，来，我来救你。水好浅，超过分的。
腿断掉了，怎么骨折啦？那绝对会，我从那么高的地方下来救你，之后要注意安全哦。你才要注意安全啊！不要在河边给我什么演练溺水啊，超过分的。好啦，羞涩什么？不要游啊，自己游走，你是走路回去吧水？明明在这里。对啊，你在游什么？踢水而已。对啊，啊，还有吗？河边有来，喜德麻烦你。我们来河边玩。好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你是我朋友啊。好，对朋友，OK OK OK。哎，金鹅有河哎。对啊哎我们来跳水。好，我先。好。哎，你先吗？对。哦，好 OK，因为我刚刚对跳水的经验不太好。对。是不是水很深？真是。我先。好 OK，跳水喽。哎，喜德，哎，啊，怎么一跳水都没了？太难过了吧？太难过了吧？这个装傻也太难过了是不是。因为我很胖的关系？不是，不要算自卑啊！是吧？不是啦，不要难过啊！我怎么难过的走回去了？水都没了怎么玩？不是我的错吧？好，还有吗？好，我有一个，好，来，丹尼麻烦你。哎，你帮我演在钓鱼的人。哦钓鱼的然后我是上钩的鱼。好，OK，好。掉到，先生很痛哎，超厉害的！你不是鱼吗？为什么会讲话？美人鱼、怎么办到？你长这样跟我讲美人鱼帅人鱼，也没有哦，凭什么那么自信啊？很痛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自己吃一次。不要了，不要弄我，好厉害啊！不要再钓我了。啊，知道了，不要再钓你，听起来很辣，是怎么回事？是叫我不要拔你的意思吗？怎么会是这个造型呢？掌声鼓励一下。好啦，相信节目录到现在，你们3位应该对客家话都有提升一点的了解。哎，完全没有哎，完全没有。怎么你有这样的误会呢？我感觉你们稍微有点语感的感觉了，哦真的吗有语感因为接下来呢，我就想要给你们一个挑战，希望你们表演一段慢才，但是要在慢才当中加入客家话，可以试试看吗？可以啊当然绝对没问题啊。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强力喜进带来的慢才。好呀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静儿，我是史德，我们是愚人时代的强力喜剧，强力喜剧大家好。哇，今天来到这个客家电视台啊，很开心啊。这个在那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秘密，秘密就是其实本人啊，真是就是我单身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太过分了吧？丁笑老师这个太准了吧？看得出来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看得出来？不过说真的啊，在感情当中，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，就是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人家告白过。这还不简单？我帮你圆梦啊！我们是漫才师哎。你是说我们等下就是用进短剧的方式，然后你来跟我告白，然后在大家的面前，然后完成我的梦想这样子？这个距离是你有问过我的意愿吗？超过分。不是，我们是搭档嘛，漫才形式就是这样演啊，然后我们一起。对吧？我们今天来点不一样的。今天现场来很多观众嘛，对，我们请观众朋友来跟你告白。很尴尬吧？不会，很羞耻吧？不会，相信我，我来安排，相信我。你确定？有没有观众朋友要来跟我们这个告白一下的？没有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超过分，超过分的，超随便的嘛，刚刚那个。好，没关系，现场可能没有，我上104问一下。真才广告，来跟静儿告白，时薪2万，超高的哦，哎，还是没有。超过分了，行情也太差，怎么回事？好不是，我们就演就好，你跟不要，我告白。来点不一样的嘛。认真问一下，我认真问很尴尬吧。不会，我认真问。好，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要来跟我们这样互动一下，帮他圆梦告白一下好不好？不是，这边我们就是演一下那个很踊跃的感觉，好怎不好？么演一下？我在电视台塞这种东西，很好了，我们过分嘛。 1、2、3，选我。好，很尴尬吧？很尴尬吧？我刚刚就讲了，只能来硬的了。什么来硬的？什么来硬的？你要干嘛？我决定直接把一个人抓上来。你要这么直接？对，没错，太尴尬了吧？好了，我已经选好人了。真的吗？你选好了？你选。这位小姐，你坐的最近啊。对，就是你以后谁敢坐第一排啊？就是你了。第一排就被 Q 上来吗？我们上来互动一下好不好？哇，太尴尬了。哎，你好，那这位这边美丽的小姐，请问怎么称呼你呢？蜜袋鼯，蜜袋鼯，是蜜袋鼯有没有短一点的名字？蜜你怕被记不得是不是？啊，蜜还是这样子，蜜袋鼯嘛，我姓蜜我们就叫她吴小姐就好。好，她意愿很不高好，呀，就蜜袋鼯，蜜袋鼯，蜜袋鼯，好蜜袋鼯，你好。那等下就是委屈你了，什么意思？好什么叫委屈她跟？我们静儿告白一下，这样真的有这个意愿可以跟静儿告个白？有2万吗？诶，你有问过我们的意愿吗？我们的公告费都没那么高，可以，可以吗？真的， OK，一起来完成一下。可以好可以 OK，麻烦你。那等下是有台词的，哦对，那等下就是我一句你一句，我先教你。好，OK，学一下那第一句是“爱中意你奶中医你”，对，就是我喜欢你的意思。不是，干
干嘛？不是我第一次被告白，怎么尖叫啊？我没有听过这一句。吓到人家差点要跑回去。哦，对不起，你不要找一个观众上来很难吗？我刚看到了。好不好？不要尖叫。好吧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啊，再一次啊，我们再复习一次，爱中意你。爱中意你。哦，OK，好。这时候你要说，阿妹哦哎，有样么？阿妹哦，有样不？啊，我的妈，真的假的 OK，对然后这时候换你们哦。他们也有台词吗？对你们等一下要说某样，OK 吗？我们来3、2、1来一首，3、2、1，某样。什么意思？假的的意思。超过分了！什么叫假的？接下来换你，可是这是有动作，哎，就弯下你的腰，伸起你的手，生气。说呛老爱搞翁，呛你高爱搞翁。哎，对，就是请你跟我交往，直球，我这么直球吗？OK，好你，就直接答应他了，我就答应他。对对对 OK，对好，没问题。然后后面我们就即兴一下 OK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麻烦你，灯光、音乐都准备好了吗？ OK，静儿的耳烂圆梦计划，为什么要耳烂？ 3、2、1，Action！爱中意你，进而爱中意你。阿妹哦，有样不？ 3、2、1，某样。为什么这地方有奇怪的声音？呛老爱。呛你高爱搞翁。其实奶中意你。米大武，哎你都做吧该。来，咔！为什么你有角色？我们即兴啊，这告白会有很多状况啊。啊，现在遇到状况是不是？对啊，sorry，再一次。米大武，你都做吧该。难道是我的情敌？爸爸在外面等你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回家？原是他爸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你在上国中以前，我都会来接你放学。他才国小，哎哦，姓商哦，我还是老师，出事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刚刚没看到你。啊，不是啊，我们家蜜袋鼯没有给你添乱吧？哦，没有，他功课非常很认真的学习，是吗对，孩子很乖真的吗那当然，确定？当然，我听他妈妈说，常常在学校，哎，好像喜欢一个男生，没有，他说要跟人家告白，哎，对你不要乱点头，真的吗？真的没有，是吗，？老婆？哎为什么你也有角色？太性感了吧！太多。这个是你太太啊？哎，不是这位，不是这哦，位，不是这位。就是我啦，哦，这是我老婆。不是你怎么你这套服装哪来的？刚才厕所捡到的。超过分了！不要乱捡人家衣服，去女厕是不是？哎呀，不是重点，哎，老公怎么了？来，你跟爸爸说，到底是哪一个男生？你跟我说，对，我不会生气，我不会生气。爸爸只会扁他。超过分了！这一段就只是你们两个谁来想打我而已吧？他说我今天就是要问出来，来好，，那个谁蜜袋鼯你也帮我讲2句话。谁？老师，超过分！直接说出来，直接讲吗？姓啥？太过分了吧！哎，开扁了！哎，你在跟我来，蜜袋鼯来，你你旁边。超过分了，超过分！你真的是，为什么自带武器啊？太强了吧！你们来对，一起打！哎，对，哎，对，打。你太专业了吧！你们两个这样真的是哦，爸爸耶！哎，学会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蜜袋鼯，谢谢我们谢谢蜜袋鼯。谢谢。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，为大家介绍愚人时代。还有我们的助理吴映洁，还有我主持人宋明翰。乖学灵们，下礼拜见，拜拜，拜拜。